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昨暝到东吴大学来演讲，开放时间予学生问问题。政治系副教授嘛针对着军事采购甲动产等等的议题来提问，但是郑丽文来反呛，讲提出这问题无大脑。今仔日这副教授阁来回击，讲到这个学校打标签，讲人无脑，并无沟通的诚意。 想要请你就习近平、普丁、赖清德以独裁程度来排名，请问你会怎么排？以上请教，谢谢。洪邀请去东吴大学校园演讲，想未到学生的问题问甲来检检，所有个学生个问到统独的议题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势反击。这不需要这样子的去挑衅的问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虽然互不隶属，但同属一个中国。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更应该学会，不是表态的比赛。郑丽文用宪法对强调一中结构。 严格所有个政治系教授也举手加入研究。您说到说国民党最支持军队、最支持国防，在马英九时期，我就是在马英九时期当兵的哈，放音响来演习，然后呢大裁军，军备一直下降。那同一时间，中共像下饺子一样在扩军。现在党籍立委们一个个去中国啊等等，那您是不是有掌握大家的行程？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是那个三明治的忠实读者。美国也是募兵制啊，大陆也是募兵制啊。 难道募兵制就等于不防卫台湾吗？这也太没有大脑了吧！坚守立场，严格讲人无头脑，也引发着争议。给单刚教授单鸿儒搁再回击。当你今天是一个在野党的主席，然后你到了学校，然后直接贴人家标签说人家无脑，你就没有一个沟通的这个诚意嘛？给控告方回线也拖到立法院。他这种回应方式哦，让大家感觉未来去听郑丽文国民党主席的演讲，不管是老师或者学生，都不需要到带脑袋去。回答的部分可受公平，就没有什么好再说的。那至于有心人士要借用这样的东西持续在政治上做操作，我想也大可不必，也不会有什么效果。提问跟回答拢直球对决，校园演讲一瓜变作战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